好，事儿办得不错。哎，记住，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情啊！哎呦，你去吧，别让人看到你来过我家。是，大人，您放心，小的一定能管好这张嘴。哎，对了，李君宪将军明天什么时候提拔？还跟往常一样，申时。你去吧。是。赵姨，明天出宫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，记得给姐姐带上2个贡梨，那是姐姐生前最爱吃的。是，赵姨。赵姨啊，您就别再难过了，明天去过您就知道了。柳儿花心思挑选了一处非常好的墓地，到时候武夫人一定会得安乐的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哎呀，王将军、李将军，每天盼来盼去的，就盼着申时啊。李将军，这换了班又要去天仙楼吃一顿了吧？啊，是啊，那天仙楼的厨子也是武安人，跟我同乡，做的一手武安菜，咱这整日把守宫门，没机会回乡，能吃到一点家乡的味儿，也算是一点慰藉吧。是啊，改日王某一定请李将军也去吃他一顿。好，我请客。好，告辞了，王将军。告辞。嗯。姐姐，你是我这世上最亲的人了，可你的死却全都是因为我。若不是你进宫来看我，若不是那萧淑妃对我怀恨在心，若不是我自身难保，被送往土邦，你也就不会死在萧淑妃的手上。那姐姐今天一定就会在家乡陪着孩子和亲人，过着简单快乐的日子。姐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那萧淑妃血债血偿，否则我武媚娘誓不为人。已经在回宫的路上了。好。
何处贼人，竟敢谋害武昭仪？上！皇上不好了！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！你干什么？好好的打扰我，你该当何罪？皇上不好了，武昭仪在上香路上被刺客行刺。什么？有刺客？是啊。那媚娘怎么样？媚娘现在在寝宫，已经传御医了。赶快去看看。走走走。王御医，你慢走啊。好，跟昭仪说多注意休息。好。哎，御医，我的妃子怎么样？皇上没事，休息几日即可恢复。哦。昭仪，你没事吧？去倒杯水来吧。是。参见皇上。皇上，爱妃，坐下休息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臣妾出宫去上云寺为皇上烧香祈福，在回宫的路上，却突然间遇到几名刺客，想要刺杀臣妾。幸好李将军路过，才救了臣妾这条命。要不然，臣妾就再也见不到皇上了。没事，有朕在身边，没人能欺负你。知不知道对方什么来头？那个李将军呢？李将军就是玄武门的守将李君宪将军。我们要好好谢谢这个李将军，护驾有功。但是我们一定要查出谁这么大胆，敢刺杀武媚娘。启禀皇上，李将军到。臣叩见皇上，王爷。李将军救了我的媚娘，李将军果然是英武神勇。好，朕一定会好好奖赏你。平身。谢皇上。李将军，查出来是谁要刺杀武昭仪吗？臣正命人紧急追查，但那刺客逃得太快，尚未找到线索。你不是玄武门的守卫吗？怎么会恰好经过救了武昭仪呢？其实臣并非恰巧路过。哦，臣每日申时换班后，便会去城中的天仙楼酒家用餐。今日用餐时，发现有3人面相凶恶，便尾随而去。不想他们正要刺杀武昭仪，微臣便仓皇出手，好在侥幸救下了武昭仪呀。做得好。李大人到。启禀皇上，李淳风李大人求见。李爱卿。微臣参见皇上，王爷。爱卿，有什么事情啊？皇上，臣听说昨晚武昭仪遇刺客所伤，臣怀疑此事与推背图有关，所以特意找皇上来商议。哦，不会吧？这个事情应该与推背图没什么关系，只是几个盗贼因为起恶念劫财而已。这次幸得有李将军勇救媚娘，所以才化险为夷，虚惊一场。哦，哎呀，李将军果然英武啊！皇上能得李将军如此良将，实乃我大唐之福啊！皇上，以微臣愚见，可以设宴赏赐李将军，这样宫中守卫必然奋勇，可保皇上一方平安。好主意！王公公在，颁旨下去，为李将军护驾有功，特别为他赐宴。是，奴才这就去办。谢皇上恩典。媚娘，你没事吧？啊？我没事，只是受了点惊吓而已。哎呀，你说你没事出宫干嘛呀？姐姐安葬已有数日，
我出宫是想祭拜一下他，愿姐姐在天之灵能够助我手刃仇人。皇上，您叫我。哦，你来的正好。我想问你，这个李将军是何时进宫？他到底是哪里人？李将军是武安人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下去吧。是。玄武门，武连郡公，武安人，会那么巧吗？可是推背图上说，取代大唐江山的将会是一个女子，应该不会是她吧？欢迎各位爱卿！今天朕设宴，完全是为了奖赏李君宪将军永救媚娘，护驾有功，所以特别设宴。来，请举杯。各位爱卿，今天有什么特别的娱乐节目吗？皇上，微臣想到一个特别的酒令，就是不知道诸位大人愿不愿意一同参与啊？哎，李爱卿，说来听听吧。哦，规则呢很简单，就是让每位大人报出自己的姓名、曾用名、别名和乳名，包括匪号。当然了，大家必须觉得有意思。如果有一位大人觉得没有意思，那么罚酒一杯。好，那就现在开始吧。好，既然我出的主意呢，就从我这儿开始。鄙人自幼儿之时，头颅就比同龄的孩子要大，所以呢，得了一个外号叫大头。大伙儿呢都叫我下雨不愁。启禀皇上，微臣杜正伦，臣则是每酒足饭饱之后，肚子特别圆滚滚，所以啊，贱内戏称臣是杜正元。不行，杜大人该罚呀！为何啊？大伙儿都笑了。你在嫂夫人背后取笑她背后给你起外号，这个呀是替嫂夫人罚的。对，该罚。罚吧，我陪你喝。谢皇上。好，下一个。启禀皇上，微臣小名五娘子。五娘子，堂堂一个大男人，怎么会叫五娘子呢？家中啊有5子，上有4位姐姐。小时双亲请相士相过命，说末将命中有劫，童年时需换女子名，穿女装，方解此难。好，那就请喝酒。谢皇上。李君宪竟然有个女人的名字，加上他的身份之中更有3个武字，这莫非是李淳风故意给朕的提示？那谋反之人其实是李君宪。
哎，微臣参见皇上。免礼，李大人，你该知道我找你何事吧？皇上找我来，莫非是因为……对，就是这个。昨天晚上在宴会上，你也都听到了吧？你认为呢？照目前来看，李将军确实是最接近推背图所说之人。李将军就是将来会取代大唐的那个篡位的女武。既然这样，王公公在，立刻去斩草除根。是。微臣参见王公公。啊，王公公，今天怎么突然来到玄武门呢？嗨，是皇上体恤将军辛劳，特意吩咐小的来赐将军美酒一壶。王公公，不知末将所犯何罪，请公公明示。李将军，这是从你家里搜出来的兵册。皇上让小的问你一声，你私下里招兵买马，难道是想谋反不成？不，这兵册不是我的，一定是有贼人嫁祸于我呀！李将军，证据确凿，难道你还想抵赖不成？李军先听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五连郡公李军宪私募兵马，意图谋反，论罪当诛九族。为念其昔日护国有功，特赦无辜宗亲，赐毒酒一壶，以儆效尤。钦此。李将军，接旨吧。臣谢皇上隆恩。李将军，我会让你的家人来收尸的，您一路走好啊。师傅，您知道那个李军宪将军被杀的事吗？你就是为这事儿叫我来的？听说与推背图有关系。皇上已经认定推背图当中所说之人就是李军宪将军，你就不要再问了。不对呀，图中明明说的是女武啊，李将军是男的呀。你就不要再问了。此事到此为止。皇上，这件事事关重大，推背图的事儿，您可千万不能轻忽预言，非得查个明白不可。我已经查清楚了，并且清除了祸根，你还提他干什么？你就过你的太平日子，不就好了吗？皇上斩了谁？臣妾怎么不知道啊？你要干涉朝政？你要是干涉朝政，我就会治你的罪。臣妾不敢。皇上，皇上！啊，媚娘，你也来了。臣妾参见皇上。参见皇上。免礼。你来的正好，陪我下一盘棋。
解解闷。皇上，您这赏花赏的，反倒乏闷起来了。看来是这御花园里的花开得不够美，才留不住皇上的心。皇上，皇上，那让臣妾也陪您下盘棋吧。对弈是2个人的事，你来做什么？你到处赏赏花吧。皇上，媚娘，我们走吧。雪儿，你去哪儿？对不起，娘娘。为了大唐的盛世，牺牲了李将军一条性命。将军在天之灵，原谅李某的所作所为吧。将军在安国的老家，李某已经妥善地安排好了。还有将军的2个儿子，李某已经在朝中给他们安排了安逸的官位。希望将军在天之灵保佑他们吧。本宫到底哪里比不上武媚娘那个贱蹄子？居然把皇上迷得晕头转向的，丝毫看不到本宫的存在。娘娘息怒啊！您在这儿生气。闭嘴！我告诉你，你让本宫息怒，那只狐狸精都爬到我的头上了，你让本宫如何息怒啊？娘娘，娘娘，喊什么喊？没有看到本宫正在气头上吗？娘娘息怒，奴婢来只是想问一下，吉儿皇子殿下现在是否正在娘娘寝宫内？你说什么？吉儿不是应该你带的吗？怎么反倒问起我来了？我什么我？快点说吉儿在哪儿！娘娘息怒，娘娘息怒！奴婢本在伺候皇子殿下用早膳，谁曾想皇子殿下说他不想吃，所以奴婢就去上食局拿一些他平时爱吃的点心。这一回来，皇子殿下人就不见了。奴婢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找见。娘娘，你们这些没用的狗奴才，还愣着干嘛？赶紧去给我找啊！你也去。是。媚娘，没想到你这么有心，一大早就来陪我。媚娘记得今天是皇后父亲魏国公大人的冥诞，一早就要吃素斋，所以特地命人在城外买了这松子糕，沏了这一壶玄米茶，来给皇后品尝品尝。难得你记得这事儿，皇上都还不见得知道呢。湘云在，去把柜子里所有的点心都端上来，本宫要与昭仪一起吃。是。媚娘，来尝一下。湘云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是你偷吃的吗？奴婢不敢，湘云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也不敢偷吃娘娘的糕点呀。那你拿上来也应该看一下，这样多失礼啊！启禀娘娘，今早湘云去上食局拿的时候，它明明是好的呀，难道这寝宫里有耗子？耗子？本宫我最怕耗子。难道果真有耗子？湘云在，快去看看是不是耗子。我？难道本宫去吗？是娘娘，是杰儿殿下。杰儿。
再调皮，娘，让你再调皮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下次再也不敢了。好了好了，父皇，你教训过就算了吧。你也是，竟然偷偷去了皇后的寝宫，害得大家都在找你，难怪你母亲这么生气。洁儿知错了，下次再也不敢了。还敢有下次啊？好了好了，洁儿只是个小孩子，她不懂事。我看洁儿啊，八成是想吃糕点了，所以跑到我的寝宫来，咬了一口蛋糕嘛。怎么，姐姐贵为皇后，还要跟一个孩子去争蛋糕吗？我说这话没有任何恶意呀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跟个刺猬一样，动不动就张牙舞爪的，说起一身的刺儿。我当然要梳一身的刺儿。我绝对不会允许任何对我孩儿有一丁点威胁的东西。我这个为娘的，都要想办法替他排除。这叫什么？为母则强。更何况，洁儿现在是皇上最心爱的孩子，也是大唐未来的栋梁。我相信，妹妹的这种想法，姐姐你一定不会懂的。淑妃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妹妹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。姐姐如果还是听不明白的话，妹妹我也不用白费唇舌了。淑妃你，淑妃娘娘，洁儿可不是皇后娘娘弄丢的，你在这借题发挥，对王皇后实在是太不公平了。公平？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跟我谈公平？你有什么资格？哎，媚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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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姨，哟，还真是能装啊！我才不过声音大了一点儿，你就晕倒了，这么脆弱啊！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王公公，快叫御医。哎，是，快扶媚娘进去，快点。微臣贺喜皇上，武昭仪有喜了。啊，真的？那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在武昭仪手腕上摸到了华脉。那华脉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一胎双生啊，皇上。虽然微臣现在尚不敢妄加断言，不过微臣可以大胆预测，应该是龙凤胎呀。哦，龙凤胎，太好了，好极了，好极了！哎，王公公，马上吩咐派10个宫女前来侍奉媚娘，叫上士菊多安排一些补品啊。是。你也下去吧。微臣告退。哎，好好准备，好好准备。皇上。哎呀，媚娘，龙凤胎啊！皇上，你应该赶紧把这喜事禀报到太后那儿去。对，我现在就去告诉她。那你好好休息，小心啊。娘娘，娘娘，什么事啊？慌慌张张的。消息打探的怎么样了？刚刚御医诊断，武媚娘已经什么？快点说。已经怀了龙种，而且还是龙凤胎。什么？这个武媚娘还没有生孩子，就已经不把本宫放在眼里了。如果她生了龙子，哎，昭仪，你怎么了？怎么看起来这么虚弱？那是因为昭仪最近一直没有胃口，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什么东西也没有吃，就喝了一点粥。那怎么行？你现在怀了身孕，就算胃口不好，多少也要吃一点。王爷，我是一看到那些油腻的东西啊，就想吐。上士菊没有给你送来什么补品吗？那些补品只是养胎的，根本也治不了呕吐的症状。我一喝了它呀，就要吐掉，不等于白喝吗？是。那我让殷浩再想想办法。好，那就有劳你们了。哎，来，哎，殷大爷，哎，这个我问你啊，这个女人怀孕之后恶心，吃什么补品好？谁怀孕啦？
武昭仪呀。哦，这个问题嘛，你应该去问春喜姐，她可是我们的长善，懂得比我们多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走了。对，春喜。春喜啊？怎么了？我有事儿找你帮忙。哦，等我忙完了马上。哎，别，就现在吧。我很快了。哎呀，来，哎呀，哎呀，来。哎呦，你老人家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好吗？我还有很多活要干呢。春喜，哎，我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想跟你商量，它可能关系到一个女人一生的幸福，它可能关系到一个家庭。一个女哎呀，那个，这也太突然了，我都没有准备好。呀，准备什么？都是年轻人，一说就明白嘛。这个，真的？其实，你要是真心实意的，你要是真的会一辈子对我好，那也行。我是真心实意的，真的。你说吧。师傅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说是你瞎掺和什么？你这是这样的，有一个女人啊，怀孕了，需要吃什么补品？啊，怀孕了？谁怀孕了？不是师傅，这是谁家的媳妇儿啊？居然能让宫里的人给做补品？哎呀，跟您还有关系？哎，没有。不是，等会儿师傅，我可是您亲徒弟啊！您在外面给我偷摸找一个师母，还把人家肚子给弄大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不是你得早说呀！你4-1号，葫芦都承认了，你还敢否认？他什么他？他是你徒弟，他是你最亲的人，你的事儿他都知道。你在外面把别的女人肚子搞大了，让我给他炖汤喝，活该没门儿！哎，这不你听我说个，哎，我这，不是师傅，没事吧？哎，春喜，别过来啊！离我远点！你得人说话知道吗？是武昭仪怀孕了，我还没来得及说，她搁这搅和。殷浩，你真是太阴险了！我告诉你，你在外面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，你居然拿武昭仪来当挡箭牌，我都替你恶心啊你！春喜姐，殷大人说的没错，武昭仪确实怀孕了。你收她多少钱？今天上午柳儿来了，说咱们上食局的东西太腻了，武昭仪吃了一直吐，让我们想些法子呢。你都不听我们说明白，你就打人！哎呀，好了，不哭了啊！又冤枉我呀！好了，好了。哎呀，行了，早点把事情说清楚不就好了吗？对吧？还省得挨顿打。其实吧，减轻孕妇呕吐症状，我知道有一种药材特别的管用。什么？雪绒草。哎，不过在中原很难找到。雪绒草？我有办法。你又有办法了？哎。王爷大驾光临，末将有失远迎，还请王爷恕罪。苏将军不必多礼，是本王仓促前来，也没提前跟你打个招呼，唐突之处还请见谅。王爷言重了，不过王爷的消息够灵通的，末将才刚刚班师回朝，王爷就跟殷大人一起前来了。哎呀，我是谁呀？是不是？本王此次前来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主要是为了一样东西，叫做雪绒草。雪绒草？对，雪绒草。闻听人言，雪绒草生长在塞外苦寒之地，这个东西它能够培本固元，利神养气，
将军常年在外行军，想必有这种药材的搜集，故此冒昧前来求雪绒草入药。殷大人果然料事如神呐！末将的确有这味药草，只是不知殷大人要它何用。哦，是这样的，皇上爱妃武昭仪怀孕了，就是有了，所以呢，为了减轻她的呕吐症状，对，就是这样，所以才要雪绒草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来人，大人，去库房给殷大人取雪绒草。是。多谢苏将军。张公公到。参见王爷、苏将军、殷大人。免礼免礼。张公公前来，不知有何贵干？奉皇上口谕，请苏将军入宫面圣。好，待我换上朝服，马上随你前去。大人，您要的雪绒草。殷大人，这就是雪绒草。哦。如果娘娘还有需要，尽管开口。需要啊。张公公，辛苦你了。能为淑妃娘娘效劳，是小的的福气。那小的先行告退了。好。哎呀，雪绒草，武媚娘，就凭你也配用这么稀罕的药草？想安胎是吧？本宫不但不会让你如愿，还要搞垮你肚子里的孩子。不知道娘娘现在有何打算？娘娘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本宫以前在西域商人那里买回来的恶露草。这个草啊，和雪绒草的外表长得是一模一样，但是功能却是完全的不一样。雪绒草吃了可以安胎养身，而这恶露草吃了可以让人消产。等一会儿你就想办法把这个恶露草和武媚娘的雪绒草给它对调，然后放到武媚娘的药汤里面。记住，一定要亲眼看到她服下才行。是娘娘。拿去，去吧。跟我斗。春喜，春喜，哎，春喜，哎，这儿呢。春喜，哎，来，看看这是什么？是雪绒草啊！真的被你找到了啊！太好了！这儿的活啊，交给你了，我去看看媚娘，看她身体缓得怎么样。行，你快去，我把补药熬好了，就亲自给她送过去。好嘞，辛苦了啊！没事儿。哦，走了。要是有一天你也能对我这么好，那就好了。殷大人，春喜。哎，薰儿，有事吗？我家娘娘想吃点咸的点心，不知道有没有？有的。哎，何典善，麻烦你帮我去后面拿一些馅饼啊！谢谢啊。春喜姐，银耳莲子粥有吗？真不巧，甜粥还在煮。哎，要不然一会儿煮好了，我找人给你送过去吧。哦。啊，那个甜的点心也给我拿点吧，免得娘娘反悔，我又得重新跑一趟。甜的点心现在只剩下桂花糕。但是上面有个小红点儿，不怎么好看。哦，不打紧，不打紧，总比娘娘吃不到发脾气来的强吧？那好吧，那我去给你拿。哎，
这些你先拿去，然后田州我再找人给你送过去。哎，谢谢，不客气。娘娘，媚娘，还在吐啊？看来这害喜的症状还真的不轻啊。幸好我跟1号已经从苏将军那里求来了雪绒草，希望可以有点帮助。雪绒草，就是那天春喜说可以安神补胎的药吧？哎，对，春喜正在熬，喝完之后相信就不会再吐了。哎，你们先聊着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有劳王爷了。1号，真是谢谢你们了，为我张罗了那么多。哎呀，干嘛跟我还客气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始终把你当做亲妹妹一样。啊1号，我能有你这样的大哥哥一直陪在我身边，实乃媚娘的福气。等到我平安的把我这双孩儿生出来，等他们长大以后，我这个做娘的一定要告诉他们，要好好孝顺你这个舅舅。我是舅舅，舅舅。大功告成，小点扇，你过来一趟。好嘞。那把这个呢送到昭仪寝宫去，要小心啊，这可很重要的。好。千万要小心啊！哎。娘娘，这是春喜姐姐给您送来的补药。呈上来吧。这药味儿这么浓，想必一定很苦吧？娘娘，正所谓良药苦口，这锅药的功效挺大的，您就趁热喝了吧。也是。娘娘，怎么样？真是太好了，这下武媚娘肚子里的孩子肯定保不住了。什么？媚娘喝了那个补药就闹肚子疼，怎么回事？老奴也不清楚啊。御医已经去瞧武媚娘了。快摆驾，我到昭仪宫去看看她。是。皇上驾到！参见皇上。免礼。皇上，什么情况？启禀皇上，武昭仪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，必须再观察12个时辰，才能确定腹中的孩子有没有受到影响。这是什么补药，会出这样的事？回皇上，据微臣查验，昭仪喝的根本不是雪绒草，而是孕妇禁服的恶露草。此药性寒凉，孕妇服用以后容易引起小产。什么？小产？皇上，皇上！媚娘，大胆奴才，竟敢谋害皇子！来人啊，拉下去，就地正法！皇上奴婢是冤枉的，皇上奴婢明明放的是雪绒草，皇上。什么雪绒草？朕从来没有听说过，你别想骗朕！来人！皇上。皇兄，春喜他没有说谎，这个雪绒草是我跟1号从苏将军那儿求来的。启禀皇上，雪绒草春喜微臣亲手交给夏长善，请他熬成补品的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成恶露草了。御医，你听过吗？回皇上，
雪绒草确实是安胎养神的好药，跟恶露草性质截然不同，二者外观十分相似，普通人稍有不察就容易混淆。那就是你们把药弄错了。皇兄，先别着急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先问问苏将军，向他求证一下，给我们的到底是不是雪绒草。皇上，媚娘求皇上一定要把此事彻查清楚。苏将军，南昌王说他跟英浩曾向你要过雪绒草，到底有没有这么回事？回皇上，确有此事。那你会不会弄错，把恶露草认错为雪绒草？回皇上，末将常年在外征战，对塞外的这2种草药非常清楚，所以能够轻易地分辨二者，所以绝对不会有错。小点善，朕在问你，案发当时的时候，你是跟春喜一起共事吗？是。那当时是春喜一个人去熬汤，没有其他人经手，对吗？是。那就是春喜动的手脚。皇兄，稍安勿躁。小点山，你想清楚了，现在春喜已经被皇上关押了，你要实话实说，不然的话，你和春喜的命都保不住了。没有，奴婢真的没有看见春喜姐动过任何手脚啊。那你怎么解释，在武昭仪的补药里面，竟然会有恶露草？我……小点山，你想清楚了，当时除了你们上10局的人以外，还有没有别的人在厨房里？哦，对了，当时寻儿来过。啊，寻儿？回皇上，当时奴婢正在煮甜汤，所以有这个印象。那时候寻儿进来跟春喜姐拿点心，当时上10局里就只剩下一些桂花糕，上面都是红点儿。春喜姐说不好看，要寻儿不要拿，可寻儿却非要不可。现在想来，寻儿的用意就是在支开春喜姐。那可能只是你的推测而已啊。皇兄，臣弟以为为了查明事实的真相，现在有传唤寻儿的必要。好吧，王公公，奴才在。传那个寻儿过来。是。苏将军，你先下去吧。谢皇上。奴婢恳求娘娘，万一事情败露，一定要想办法保住奴婢。奴婢上有老母要奉养，不能就这样死了。傻丫头，你怕什么？这俗话说，打狗还得看主人呢。你是我的人，看他们谁敢动你。这件事，只要你半个字都不要泄露出去，本宫自有保你的办法，知道吗？谢谢娘娘。淑妃娘娘。哦，王公公，有事吗？娘娘，奴才奉圣上的旨意来带寻儿去御书房问话呢。要见寻儿？娘娘。寻儿，走，本宫随你一起去。皇上，寻儿带到。奴婢参见皇上。臣妾参见皇上。淑妃，你怎么也来了？皇上，臣妾听说您传唤寻儿，到底所谓何事啊？寻儿，有人说那天你去过上10局，你到底是去给你家主子拿糕点的，还是去偷换恶露草的？王爷，寻儿冤枉，寻儿真的没拿什么恶露草。可是春喜说那块糕点上有红点，为什么你还硬要拿走？那又怎么样？一块桂花糕又能说明什么呢？王爷，如果你没有确凿的证据，就不要冤枉别人。我有证据。臣妾拜见皇上。媚娘，你身体不是不舒服吗？怎么还跑到御书房来了？皇上，柳儿发现寻儿搞鬼的证据，媚娘前来是望皇上给媚娘做主。有什么证据？柳儿，就是那块桂花糕。回皇上，此桂花糕乃是柳儿在臣妾寝宫外的草丛里发现的。若是寻儿没有对臣妾补药动手脚，
那他没事儿跑到臣妾寝宫来做什么？薰儿，这件事你怎么解释？王爷，薰儿从来没去过昭仪寝宫，也没有吃过那块桂花糕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想抵赖？哎，妹妹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我们家薰儿还会说谎不成？淑妃此话说的中肯，薰儿就是在说谎。你，皇上，臣弟可以证明薰儿是不是在说谎。你说。皇兄，请看，这个桂花糕被咬过哦，上面有很明显的牙印，好臭。所以呢，只要让薰儿咬一口，来对比两边的牙印，就可以证明是不是薰儿吃的这块桂花糕，也可以证明进入媚娘寝宫的是不是薰儿。王爷，这不公平吧？也许这块桂花糕是薰儿先咬了一口，然后掉在地上让别人捡去了呢，是吧，薰儿？嗯。哎，可是刚才你还说了你没有吃过桂花糕。嘿嘿嘿，麻烦薰儿再咬一口，就可以证明你的清白。啊！咬啊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大胆奴才，竟敢加害武昭仪！来人，把押到天牢。是。皇上，走，皇上饶命啊！皇上。媚娘，王爷来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怎么样了？其实我一点事儿都没有，那个补品我根本就没有喝。我小的时候在巴蜀长大，巴蜀地近西域，所以我对雪绒草很熟悉。那天我一闻到味道就知道不是雪绒草，所以马上吐了出来。王爷，我也是为了能够查到真凶，所以我才会贿赂陈太医，让他把我的病情说得越严重越好。这样也是为了能够让皇上彻查严办，查出真凶啊！你把我瞒得好惨啊！真是对不住王爷了。啊，你那边问出情况了吗？薰儿这丫头嘴巴特别硬，怎么都不说。可是现在她要不说出背后的主谋者，我们就真的拿淑妃没有办法。所以目前，我们想找一些薰儿的弱点。对了，薰儿和柳儿他们是老乡，或许柳儿会对他略知一二呢。睡不着。今天真是过得有惊无险，幸好武昭仪及时发现。要是我的补品真的害了娘娘失去了龙胎，那岂不是罪该万死？殷浩，春喜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这话应该我问你吧？藏什么呢？哎，看一眼。嗨，煮给武昭仪补身子的吧？那你何必亲自来煮呢？告诉我不就可以了吗？不是，不是煮给他喝的。那是煮给谁的呀？煮给你的。本来想煮好了放在这儿就走的，谁知道突然来就堵上了。之前媚娘的事儿让你担惊害怕了，我心里可过意不去了，就想熬点汤给你压压惊。好些日子也不弄了，不知道手艺怎么样。喝吧。凉了。臣妾武媚娘拜见皇后娘娘。妹妹不用过多礼节，该有的礼节还是要有的。来，
过来坐吧。妹妹，你身体状况如何？好点了没有？幸无大碍。妹妹这腹中的龙凤胎安然无恙，真是不幸中的万幸。这个萧淑妃处处袒护寻儿，是一句话都问不出来。她这就是欲盖弥彰，整个皇宫里边嫌疑最大的就是她萧淑妃。原来姐姐也是这么想的。她这是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她八成啊，是怕妹妹腹中的孩儿生下来之后，母凭子贵，妹妹就会被封为四妃之一，威胁到她的地位。哟，今天你当班啊？啊，是啊。哎，辛苦辛苦啊！吃了吗？没呢。哎，你这是？啊，娘娘吩咐来送点东西。哦，好，跟我来吧。啊好。雪儿，来把衣服换上，跟我们走。就是这儿，进去吧。去呀！嗯。寻儿，娘，哎呀，娘的宝贝女儿，娘，娘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别哭了，这有什么好哭的呀？见到娘不开心吗？开心，当然开心。那就对了，娘本来也舍不得你离开，可看着你，哎呀，在宫里吃的也好，这穿的也好，娘也就放心了。哎呀，娘，怎么那么多菜呀？是淑妃娘娘带你入宫来的吗？淑妃娘娘？不是啊，娘可从来没见过淑妃娘娘，倒是武昭仪。前一阵子娘的身体不好，武昭仪娘娘特意来家里看我，最后还把我接到宫里来看你。哎呦，可把娘吓了好大一跳啊！武昭仪？是啊。雪儿，柳儿，寻儿，娘从小教育你有恩必报，昭仪娘娘对咱们的恩情，你可一定要还啊！啊，知道了，娘。这是武昭仪特地让陈太医为您准备的，记得饭前1贴，饭后3贴，若能按时服药，必能药到病除。多谢武昭仪。昭仪娘娘对老身之恩，老身没齿难忘。娘，此次一别，不知何时才能相见，你一定要保重身子，别再让女儿操心了。娘会的，你也是，自个儿要学会照顾好自个儿，别让坏人给骗了啊！娘，记得按时吃药啊！知道啦。柳儿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接完你娘入宫以后，我和武昭仪就感到奇怪，你娘病了，为什么你都没有回家去看过你娘？结果发现是萧淑妃一直把你的假条压住了。
你说什么？我的假条是被淑妃娘娘给挡下来的。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这是我跟武昭仪亲眼所见的，千真万确。淑妃娘娘跟我说，是皇后娘娘对她怀恨在心，才向宫闱局施加压力，不给我假放的。那个萧淑妃心眼极坏，你整天跟着她，不可能不知道啊。前段时间，武昭仪跟我说，她的姐姐就是死在了萧淑妃的手上。她平时脾气有多暴躁，你也是深有体会吧？柳儿，我真是错得离谱。淑妃娘娘不止心狠手辣，生起气来也总拿我出气。珣儿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柳儿，带我去见武昭仪吧。等的就是你这句。我们走吧。珣儿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朕了，还有这个王公公带来你寝宫内的这包药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臣妾知错，臣妾知错。萧淑妃，你现在知道错，会不会有点晚了？皇上，这一次可不能再轻饶他了。皇后，你是后宫之主，这件事就由你处理。皇上，皇上！王公公在，把尚方宝剑拿过来。是。萧淑妃，你觉得本宫应该怎么处置你？皇后娘娘，求您网开一面，饶了妹妹一命吧。我觉得你应该问问媚娘愿不愿意饶过你的性命。媚娘，皇后娘娘，萧淑妃心狠手辣，差点害了我这未出世的孩子，还望皇后娘娘能给萧淑妃应得的惩罚，不能再让她兴风作浪，危害后宫。娘娘，尚方宝剑到。姐姐，萧淑妃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你杀人偿命，这是天理。你落得如此下场，你须知，是你自己咎由自取。不要，不要！啊！起来吧。淑妃，媚娘肚子里的孩子终究是平安无事，重要的是，姐儿还需要你这个娘。今日本宫放过你一命，往后你可要好好的活着，把心思都放在服侍皇上的身上。多谢皇后娘娘不杀之恩。媚娘啊，今天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往后不要再计较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们三姐妹要好好的相处。皇后娘娘。媚娘啊，平日里淑妃与你不和，总是兴风作浪的，才会造成今天的后果。但是要说起来，也是本宫的不对，因为本宫没有尽到母仪天下的责任，所以还望媚娘能够给本宫一个面子，饶了萧淑妃一命，给她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你说好不好？媚娘，谨遵皇后娘娘吩咐。多
多谢武昭仪，多谢皇后娘娘。好了好了，既然媚娘能够原谅你，萧淑妃，你以后要改过自新，啊！多谢皇上。娘娘，湘云有一事想问。你一定是特别好奇，为什么本宫不趁此机会消灭萧淑妃？娘娘英明，湘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现在武昭仪如此得宠，难保她日后不会变成第二个萧淑妃。今日本宫救了萧淑妃一命，就是为了让他们日后要互相牵制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娘娘心思缜密，湘云受教了。后宫之中没有永远的朋友，但也没有永恒的敌人。今日本宫留了萧淑妃一命，萧淑妃必定感念在心。这以后，本宫可要多加利用了。见过武昭仪。寻儿，你这是为何？淑妃娘娘恩准我出宫，我这次来是特意向您拜别的。你无需这样，快起来，这是你的造化。柳儿，起来吧。不，武昭仪，若非承蒙您的帮忙，寻儿深陷于淑妃娘娘的城府之中，请您不要推辞，就受寻儿3拜吧。好了好了，快起来吧。起来吧。这就是你全部的家当。是。去拿点银两来。是，昭仪。武昭仪，无需多说。舍不得寻儿，但是也欣喜萧淑妃总算尝到了苦头。从今往后，再也不会有人帮她兴风作浪了。真不知道是该喜还是该忧啊。真正的腥风血雨才刚刚开始，今后的日子才是真正的步步惊心。喂。终于接电话了，快来医院！你姐醒了，快点啊！大哥，我姐怎么样了？这个病人的各个生理指标都要密切关注。他虽然苏醒了，但是颅中淤血结块的现象仍然存在。如果淤血继续这样压迫颅内神经，你姐姐很有可能就会出现再度昏迷的现象。那怎么办？目前有2种方案，一种就是继续观察。希望淤血能够慢慢减退。另一种呢？另一种就是做开颅手术，直接取出血块。那就做手术啊？哼，没那么简单。这种开颅手术的成功率都很低。有多低？很难说，30%左右吧。你猜怎么着？就这一出事儿把馆长吓坏了。得亏咱们这些文物都上了保险，要不然这后果是不堪设想啊！这不羽凡也急坏了吗？哎呦，天天的查资料，说这可怎么办呢？得想方设法的让你明白过来啊！最后想了一主意，那是什么来着？唤醒意识，反正是通过一个梦，就说通过做梦让你醒过来，说咱们仨都在一个梦里，还在唐朝，哟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梦管用，你就真醒了。老天保佑！你说你要不行可怎么好啊？医生怎么说？王爷，你叫我什么？你不是王爷吗？叶浩，他不是南昌王吗？
你干什么了？他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我能对他做什么呀？我哪知道啊？是不是这儿有问题？你这儿才有问题呢！你不管你叫南昌王啊？我不知道，管我叫殷浩啊？我哪知道啊？柳儿，柳儿，柳儿，柳儿是谁？柳儿是武则天身边的丫鬟。不是吧？我的天哪！柳儿，就是说，我姐姐现在虽然醒过来了，可意识还停留在唐朝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安妮·霍顿，1983年曾因登山摔伤而陷入昏迷，醒后一度失去原有自我意识，而自称是来自瑞士南部的一个男性钟表商人。这个情况跟我姐有点相似。喂，大刚。喂，快来一趟，你姐出事了。马上到。护士。哎，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已经给他打过镇静剂了，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谢谢啊。怎么样了，我姐？你可不知道，刚才都闹翻了天了。怎么了？你姐非说她是武媚娘，嚯，要找什么柳儿啊、寻儿、湘云呐，还要找什么萧淑妃，我才知道皇宫里边这么多女的。辛苦你了。不客气。问题是她现在拿自己当武媚娘怎么办？看来我姐虽然人醒过来了，但是她意识还没有醒过来。有办法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我都不知道她这样醒来算是好事还是坏事。姐，我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千辛万苦才把你唤醒，谁知道你怎么带着武媚娘的意识醒来了？妹妹，姐姐，淑妃参见皇后娘娘。不必多礼了。你说我找了这么一大圈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姐姐这么急着找妹妹，有何事啊？我呀，是听说你把寻儿给赶出宫了，所以特意来看看，看你有什么不方便的。不打紧，我已经跟宫闱局说了，只是不知道新的宫女她什么时候过来而已。巧了。姐姐给你千挑万选，选了一个特别聪明伶俐的女孩。梅芳，见过淑妃娘娘。梅芳参见淑妃娘娘。哟，妹妹，怎么了？梅芳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我只是觉得姐姐想的是太周到了。这梅芳啊，看上去比寻儿还水灵呢，多谢姐姐啊。梅芳，你看，本宫给你找了一个多好的主子，以后啊，你就安心服侍淑妃娘娘，她呀
一定不会亏待你的。谢谢皇后娘娘。哟，哎，他在踢我，踢我！哎，他在踢我！皇上，那是您的孩子，怎么能不蹦蹦跳跳的呢？他长大以后啊，肯定像你这么会说话。哎，来人！哎呀，慢点，慢点。好了好了，没事了。哎呀，辛苦你了。皇上，这个小生命是皇上赐给臣妾的礼物当中最宝贵的，臣妾感激还来不及呢。只不过这段日子，臣妾无法侍寝皇上，不知道该怎么回报皇上对臣妾的恩宠。哎，不重要，最重要的呢，就是你把孩子好好的、很安全的生下来，其他的都不重要啊，别想那么多。参见皇后娘娘。臣妾参见皇上。皇后，你来了，你来看媚娘啊？臣妾特地做了点糕点，拿来给媚娘尝一下，也不知道合不合媚娘的口味。哎呀，你看皇后对你多好啊！哦，真是有劳姐姐了。这是姐姐的一点心意嘛。哎呀，媚娘，你又不舒服了。皇上，要不今天晚上就让臣妾来伺候你吧。嗯，好。臣妾参见皇上。